同齐来关心天气，今年第11回风台摩羯已经正强做中度的风台，礼拜六和礼拜会挖进海南岛，影响江西和越南。另外，即马伫太平洋顶头也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，是伫日本的外海，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。咱同齐看分图。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今仔日伫遮方面的东南部、恒春半岛雨也是真明显。宜兰花莲、基隆北海岸南部地区拢有低暂雨，其他的所在还有外岛，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。过到了后，伫中南部各地的山区拢有局部低暂雷阵雨。气象署伫今仔日继续针对咱全台湾10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。伫新北、新竹、彰化、台东拢是柑仔色的灯号，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。另外，阁有6个所在是黄色的灯号。各地头今仔日的高温普遍拢有伫33度至35度，也若伫新竹以北是够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。